YouTube 账号。建立新的账户呢？切换账户再新增。可以上传影片呢，发表留言，建立播放清单呢。有了 Google 账户，用自己的账户建立 YouTube 频道 YouTube 网络电视台。有了 YouTube 频道后，可以上传影片呢，发表留言，建立播放清单呢。有第二个频道呢，拍庙会档案，它很多个一次不能上传上百个，那剩下的要上传第二个频道试试看啊。然后不必拍照片，没有自己的上传的影片，不用资本呢，就可以经营网络电视台了。欢迎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观看那个影片，从播放清单里面去找有兴趣的主题，看影片，然后加入自己建立的清单，自己建立一个学习参考资源也可以啊，学习心得分享也可以啊，或者依照什么主题。然后做一个自己建立的播放清单，就可以累积起来。然后呢，在 Facebook 介绍自己的频道啊，连结以后就可以有人观看啊，就可以经营网络电视台了。网络资源那个分析管理应用啊把握这个时机啊，按频道这个图，按频道这个图。还有所谓切换账户，原来还有所谓切换账户，按加号，原来是按加号，还是新增哦？原来是按加号才是新增。要用 Google 账户，要给他电子邮件信箱，然后建立账户。要是再做实验看看。
你要用新的电子邮件信箱啊。已经用过电子邮件信箱就没有办法。已经用过电子邮件信箱就没有办法建立账户了。还可以这样啊，管理账户啊。很多播放放平了就可以知道观看次数，放平了可以知道观看次数，放平了，按这个向下的那个图，还可以看最近新上传的播放清单，你看来古文观止啊，群书字样啊，还有英文呢。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大字版。内容多呢，你看一个档案就那么久，看不出来几个人看过了。你看注意看这个有字首从哪里到哪里。来看那个《地狱游记》英文版，然后看到不懂的英文生字啊，希望能够透过英汉字典有声书啊，快速的找到那个中文的翻译啊，然后从字首来判断，先了解字首，然后再从这个播放清单的影片来去筛选。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字叫做 learn， 照道理过去分词应该加 ed， 但是他怎么用 t 呢 ？learnt 呢？L 开头了，就从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去找到，应该是按哪一个影片进去看呢？要知道那个 L 排序是排在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应该是这个 E 开头这个，然后用快 I J K L M I J K L M H I J K L M L 快速移动这个比翻书快的啦。L E A 按住移动比较快，不是乱点乱按。L E A R， 你看。这不好控制不好控制就按那个向左三角形，按它就一次跑几十秒回去。长按它一次跑几十秒回去，全萤幕的时候。哎呀，它跑到下一个影片档了。不一定。跑到下一个影片档，那怎么办呢？怎么回去？退出。
退出来退出去。Panopticon 圆形间啊，域。真是的。Panorama 全景。没想到呢，退到。Pansy 三色景。那这样。Pan 这个标题不好用呢哈。Panther Spa。Pantomime 雅。这标题不好用啊。Pants 裤子。你看这样标题也看不出那个字母是哪一个。这应该是。Paper 纸。Paperback 瓶装本。Paper 报纸。Parables 应该把那个名称改一改。快速找到那个。降落伞。哎呀，真是的。快速找到说那个字首是哪一个？字首是什么？不然像刚刚那样都被遮住了。除非知道放这样摆平放左右方向，不然怎么有办法看到呢 ？Losing 失去 ，loss 损失。不容易啊。没有办法很快呢。有的时候这个手机可以接一个转接头啊。对了，手机接一个转接头啊。手机店啊，手机店有在卖啊。然后转接头就可以插上那个键盘的 USB 的，或者是插上那个滑鼠的 USB 口，或者是放 USB 放那个随身碟的 USB 的，或者是随身碟那 USB 型的那可以放那个SD 卡的那种，这样就可以看另外一台那另外一台手机没有网络连线的没有上网功能的那一台，可能是第二台手机了哈。照相录影了，得到的那个档案要从那个上网的这一台来上传，他就把那个卡拿下来放进那个 USB， 像 USB 那一种记忆体，像 USB 那种记忆卡，像 USB 那种的可以插那个 SD 卡的。然后透过那个手机转接头，手机 USB 孔的转接头，小头转大头，然后就可以用电脑来读。如果有接那个滑鼠的 USB 或者是接键盘的 USB， 就可以很好操作了。要打字的接键盘的 USB， 要游标移动的要滑鼠的 USB。像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不是打字，这应该是滑鼠游标移动。滑鼠游标移动应该是接滑鼠的 USB， 接滑鼠的 USB。现在要查 LEAR。哎呀！要跑到哪里去了？真是的。你需要它快转，那怎么跑到下一个档案去了？很麻烦了。这个要怎么操作呢？按住移动，这不容易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用OK Google 叫了，OK Google 呼叫比较快啊。越来越了呢。Living 离开。那怎么有办法 ？Living Life so 来车讲课。
Lecturer 讲演者没有办法， ，Lecturer 讲课这样走啊。 ，Lecturing 讲课奇怪呢，怎么，Lecture 领导怎么操作快速移动向，Lecture 左？号脉，Lecture 分类上，Lecture 哎，有，要 都按那 Lecture 个图案啊， Lecture 讲课按那个图案旁边，Lecturer 的空白。讲演者哎，这不要专门去按那个，Lecture 播讲课放三角形的那个图案，你不要去按那个，按那旁边这个。哦，你看，你按2下，它就往左边倒退30秒。哎呦，下面，你看，分类上，按一下，水质，像快进30秒。那这个 LEA 啊 ，LEE 是比较后面说要退回去，这样子就可以观察看看。哦，你看 LEARNT， 哎，真的嘞 ，LEARNT 是学习耶。你看 LEARNT 真的是学习耶，有看到吗？第一行啊 ，LEARNT 是学习耶。哼。哦，以后就知道怎么操作会快速移动哦，可以到那个你要找的位置哦。不要按那个图了哦，你看播放图啊，左边图、右边图，左边图可能就是按了就碰到，就可能播放另一个答案了。那图这个符号记号的旁边那个空白的地方按2下。哦，这往按2下，你看10秒了呢。你看 LEARNET 过去分词嘛，学习。那 LEARNT 哎，也是学习，奇怪呀。就这样了啊。